我係卜國明，係立法會功能界別嘅工程界別嘅立法會議員。我本身係一個土木工程師，就喺政府即係做咗30幾年、40年㗎啦緊。退休之後係做香港工程師學會嘅會長，咁亦都好開心啦。咁啊，即係我啲選民支持我，咁啊，即係能夠成功當選，又係利用我嘅經驗同埋我哋嘅知識，係更加好咁樣服務專業界別，服務香港市民。喺過去嘅經驗嚟講，可以幫到香港啲乜嘢咧？我會係一個立法會嗰個即係崗位監督政府啦，因為我自己本身係做過即係政府啦，咁我就會係更加了解嗰個政策制定工程項目或者佢嗰個即係規劃設計背後嗰個原因理念，佢遇到嘅困難挑戰，俾一啲建設性嘅即係意見俾到政府。咁你政綱入邊咧，你都有提及過咧，係以一個專業工程去領航啦。咁其實呢一個嘅內容咧，其實具體係指啲乜嘢咧？舉例就係而家喺北都我哋要係加快呢個創新呢個即係產業鏈啊嘛。你成個北都發展咧，主力都係基建。咁我憑我自己嘅專業知識，以一個工程專業係去令到嗰個法案嘅制定、政策嘅制定咧，係充分考慮到工程，令到呢啲嘢點可以加快，係到位。咁香港未來嘅發展咧，我哋係大力係需要係創科人才，需要係一啲工程人才，需要係一啲科研人才。咁所以喺呢方面咧，係我哋嘅教育制度咧，應該係相互配合嘅，令到我哋香港咧未來咧係有更多呢啲咁嘅優質人才咧，就令到我哋香港未來咧可以係再出發。